再来看南投的消息，这个南投玻璃店的年底上水活动就是玻璃花卉展，这个拜六下日是呢12月25明仔载要开始举行。今年玻璃花展与花卉结合，店内6大风景区为主，营造玻璃的花甲景点特色风貌。这个活动会持续到元月初2，若到假日的时，还有特色的市集，花艺会使家己去做。主办单位还有限量送这个圣诞红的盆栽，欢迎全国乡亲去玻璃佚佗。 小朋友热情的舞蹈表演，宣布今年玻璃的花卉展准备开始。我们埔里的吉祥物，也就是我们的埔里，来担任我们这次花卉展的代言人。我们埔里专车会带着埔里的花卉专车，会带大家来赏游我们埔里的6大景点。花展分作6大主题区，加入玻璃各大风景区和产业特色。 明仔载要开始的花展，拜六礼拜还有特产市集、花艺 DIY 和精彩的节目表演。咱透过这个发展的是，咱今年第3年，把咱玻璃上水的花吼，来结合咱的6大主题吼，把咱的花艺吼呈现出来吼。后面这个像整座山的意象，有流水的感觉。那上面经过的地方呢，就整个农作物呢就很丰富嘛。所以说，我们用花跟埔里的蝴蝶来代表这次我们的主题。活动场地设计，佮利用特艺呈现出在地特色。主办单位嘛要邀请全国游客做回来玻璃体验看花旅游的趣味。